防騙屯下水禮，俾一班小朋友一齊喺度玩水。咁我哋屯門警區都好希望藉住去提供呢啲咁樣嘅正面啦、健康嘅活動俾我哋嘅青少年啦、小朋友，亦都藉此傳遞一個好重要嘅信息，一啲防騙嘅資訊啦。提子係提我哋唔好俾人呃。身後邊咧就係一個6米高嘅提子滑梯啦，全港首創嘅。咁希望咧將提防騙子呢一個信息咧喺佢哋玩樂之餘咧，亦都可以將呢個信息帶翻去佢哋嘅屋企，傳遞俾佢哋朋輩嘅。原創青年咧喺元朗區咧承辦咗5間小學嘅在校課後託管服務，係關愛基金咧一個好好嘅一個嘅計劃嚟嘅。有好多家長咧因為要出去工作啦，就小朋友冇人去照顧，咁我哋原創青年咧亦都承擔起社會責任啦，減輕啲家庭嘅負擔。咁今日咧有超過100個小朋友啦，其實都係參加在校課後託管服務嘅呢啲小朋友嚟嘅。我哋都希望咧透過咧係同警方合作啦，宣傳呢一個防騙嘅信息。我哋希望咧係由細個做起，等佢知道咧防騙咧係非常之重要，亦都係識得辨識咧如何去防騙。喺暑假入面咧，除咗做功課之餘咧，都可以透過一啲團體嘅遊戲啦，建立下朋輩之間嘅關係啦。現場就係簡直係開心到忘形啦！好玩，我最中意玩滑梯，好刺激。水春都中意玩嘅。多謝原創青年啊，邀請我哋參加呢個防騙下水禮啦。今日嘅親子活動咧，氣氛好開心啦，咁啊小朋友玩得好開心，我哋家長亦都樂在其中。希望佢哋咧今日可以盡情享受，玩得開心。提防騙子，耶！